我们不管是心在动，或者说心在安住，就认识他心自己的本体很重要的。藏地著名的一个修行者叫华智仁波切，他说：夏日听啊当扎瓦了，卓切不让那的切。他说我们的这些分别念跟以前一样的，同样的会显现，但是呢，认识自己的分别念的时候都已经解脱了，所以我们现实生活当中的很多烦恼呢，你只要认识它的时候，都得到解脱。就看看自己特别愤怒、特别痛苦的时候呢，你看看这个痛苦的心到底在什么地方。真正自己的心已经被烦恼，不会束缚，已经烦恼即菩提。也就是说，我们负面的情绪的本体去观察的时候呢，实际上是没有一个真正的它的本体。当我们产生嗔恨心的时候，嗔恨心的本体到底是什么样？它是过去的这颗心，就是已经现在不存在了，它的种子都已经毁完了。未来的这颗心呢，就是还没有产生，跟生女的儿子一样，这个不知道懂不懂。然后现在的这颗心呢，我刚才讲的就像虚空一样的，就其实我们这个心用心来观察的时候，确实它是很奇妙的。我们人很烦恼，自己的心天天痛苦，但是你真正观察我烦恼的这颗心的话呢，其实很容易认识它的。所以在般若八千僧当中讲，这个菩萨呢，就是应该经常观修禅定。观修什么样的禅定呢？就观入虚空，就是像虚空一样的禅定，就是经常修行。如果到比较就高的这种境界，因为先观自己的心就像空性，然后最后呢，就是真正认识到的时候，所有的烦恼自然解脱。